成日覺得同老豆傾偈超難，講唔夠2句就想嗌交啊！大家好，又係我 Frankie 喺心照減壓站同大家分享正觀減壓嘅小貼士啦。不如就趁今個父親節試下以下5招，同老豆好好傾次偈，可能你會發現你爹哋嘅另外一邊嘅喎。第一，先停一停，深呼吸3下，俾自己定一定神，調節好心態先傾啦。第二步，專心聽佢講，唔好急住插嘴啊，等老豆講晒先至開口，等佢感受到你對佢嘅尊重。如果傾下偈又想插嘴嘅話，點算啊？即刻再深呼吸一下，提醒自己千祈要有耐性喎。第3步，唔好聽頭1-2句判斷對錯，擺低自己嘅批判，單純用心聽同埋了解佢嘅說話內容。第4步，先認同感受，再講自己嘅諗法，講句我明白你點諗㗎，我明白你嘅感受，之後先再慢慢講你心裏面嘅說話。第5步啦，留心觀察爹哋嘅身體語言同埋細節，佢嘅聲線，佢嘅表情都透露咗好多資訊嘅喎，睇清楚就更容易 get 到佢嘅意思啦。嘗試用多啲眼神同埋肢體動作說話，俾佢知道你撐佢嘅，好似點下頭啊、微下笑啊，等老豆同你傾偈都冇咁大壓力啊嘛。傾到最後啦，唔好忘記喺呢個父親節，多謝爹哋一路以嚟撐你頭家，同佢講聲辛苦晒啦，老豆一定會感受到你份心意嘅。父親節唔止送禮物，仲可以送一份理解同感恩，同一個父子之間更深嘅連結。覺得呢一條片對你有幫助嘅話，記得俾一個 like、share 俾身邊嘅朋友或者 follow 我哋啊！多謝大家嘅支持。